全时间才叫奉献吗？还是我们更多的实际奉献跟服事呢？我想，神所喜悦的奉献，是我们只要亲近主、赞美主、祷告于主，主就悦纳我们，因为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心。上帝透过何西阿书来启示我们，他说他喜爱良善，不喜欢祭祀，喜爱我们认识神，胜于反祭。让我们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告诉上帝，我们愿更深的认识他，我们的主必增添我们更多的智慧跟能力，让我们在生命各方面来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的主。我们来唱敬拜我们的主，我愿奉献。主要